周邊進前通常攏會剃頭，而根據國防部的規定，這新兵人員頭鬃是愛剃甲剩0.3公分。今仔日道兵團開記者會來質疑這項規定，若無法律的根據，嘛強化性別的刻板印象。做兵進前攏愛剃頭，已經退伍的賴永成因為不滿做兵的時，互軍方強制剃頭，去告國防部要請求國賠。今年5月，二審互法官認定無理由駁回定案，伊不服，打算11月向大法官申請釋憲。國防法只有寫要軍人要服從紀律，然後剩下的規定會直接跳到說整個軍人的那個內部管理教範。那內部管理教範其中的軍容儀節裡面才有頭髮的規定，所以法律的條文本身是沒有寫到任何跟身體啊、頭髮的那些規定。根據國防部的規定，新兵入伍受訓的期間，頭鬃的標準是愛剃3分頭。拜四有民團開記者會，呼籲國防部甲內政部應該愛參考歐洲的做法，放任對役男頭鬃的規定。因也質疑這項過時的規定，不但無法律的根據，也侵害人權，強化性別的刻板印象。現在已經全面的開放學生的髮禁，就是讓學校跟學生的關係可以正常化。那我們認為，接下來對於不管是警察機關的或是軍隊的這些法令的限制的放寬，也是讓這個軍人與國家的關係走向正常化的第一步。入伍的時候只需要30秒，一刀就會被剃平。那他其實只當了1年兵，但感覺像當了3年，因為呢，就是他頭髮才留得回來的時間。那這些框架與想象啊，就兵役目的與能力培養的必要性而言，我們認為是應該要被重新檢視的。針對役男頭鬃管理的爭議，國防部進前捌回應，為了維持軍隊的服裝儀容、紀律甲備戰的需求，所以按照規定行。也那內政部是表示，因會以國防部的要求為主。記者顧玉琪、王志光台北報道。